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心係家國3.0聯校國民教育活動巡禮》。彤彤、希信，我哋今日同觀眾介紹一個咩活動啊？就係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舉辦嘅同心同藝中國情呢個活動啊！咁呢個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嚟嘅咧？參加嘅同學會透過畫畫、填色、書法、賀詞等等去認識中華文化，同埋表達對國家嘅情感。聽落都幾有意思喎！我哋有冇機會欣賞到同學嘅作品啊？當然有機會啦！我哋即刻去片睇下啦！今次活動邀請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、幼稚園同埋特殊學校學生參展，同學透過唔同嘅中國傳統藝術去表達對國家嘅情感。表現嘅手法多元化，包括字畫、水墨畫、陶藝等等。我個作品叫做《鳥語花香》，即係雀仔喺度唱歌，啲花喺度編啲香味出嚟。我係用啲紙條捲成圈圈，跟住佢用啲白膠漿黐落去拼埋一齊，或者可以撳一撳變咗水滴形。我覺得最難嘅部分就係整嗰個嘴巴，因為咧我冇見過可以用啲紙條壓扁活成個嘴巴咁。我揀咗4年中國説，因為我覺得呢篇文章係鼓勵咗啲青年人去奮鬥，同埋希望祖國可以踏上富強之路。最深刻係嗰段少年強則國強嗰句，因為佢係希望我哋而家努力啲之後，令到國家更加強。今次4年中國説就令我認識到漢字係都好優美。除咗展覽之外，大會仲分別舉行咗同心同藝中國情填色及創作比賽、賀詞創作比賽同埋書法比賽。75彩奮鬥共駐華章，百年圓夢復興再創輝煌。我嘅靈感來自2個方面，第一係歷史脈絡。新中國成立75週年，由一窮二白去到世界第2大經濟體，呢段奮鬥史本身就係一部壯麗嘅史詩。第2個靈感來源就係來自全中國人民嘅集體回憶。文章裡面嘅共駐華章同埋再創輝煌就係強調奮進同埋團結。